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賣盤同埋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佢係梗廚。有雪櫃、爐頭、洗衣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有對流窗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樂園嘅景觀，非常寧靜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高身衣櫃，對住就係樂園嘅景觀，亦都非常寧靜嘅。另一個房間更加方正，擺位容易，對住亦係樂園嘅景觀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